各位，上一次我哋講到啊，袁世凱呢就派人暗示陸榮廷中意點搞就點搞，點倒就點倒，所以陸榮廷就暫而不奏，開創咗民國喺廣西嘅公道啦。袁世凱呢唔見你有奏本上嚟，話知你啦。試諗下，陸榮廷啊喺廣西開公道呢就賺到錢，揾到食。咁嚟到島國廣東之後，佢有乜理由心甘情願去禁島先？所以啊，陸榮廷都未曾正式走馬上任啫，就遇到嚟自北京同埋廣州嘅壓力啦。其實喺1916年初，周魯、伍廷芳、徐少貞、陳碧光佢哋呢一班廣東籍嘅議員，仲有一班京官喺北京呢就組織咗廣東拒島會，進行拒島嘅宣傳嘅，而且呢督促北京政府下令責成廣東禁島。袁世凱呢喺北方就禁島啫，但係山高皇帝遠，對於兩廣佢就網開一面。嗱，袁世凱死咗之後啊，黎元洪就繼任啊，佢喺議院就發表演說，提出要禁絕廣東一切島駁嘅議案。眾議院好快脆就通過咗呢個議案啦，要求國務院電令廣東當局馬上執行。呢個時候嘅廣東，龍濟光兩兄弟佢哋嘅江山呢就唔多穩陣啦，兩兄弟都已經火燒後欄啦，所以北京政府嘅禁島電文呢就打入冷宮。另一方面，準備走馬上任嘅陸榮廷呢就喺肇慶嗰邊調兵遣將進駐廣州，不過呢佢就仲未係廣東督軍。咁喺廣州嘅廣東拒島團體就派出咗代表去到肇慶嘅軍營嗰邊，向陸榮廷提交禁島請願書，並且話民國政府已經通電要龍濟光去執行，但係龍濟光呢就冇做到。陸榮廷呢佢為咗籠絡民心，即場就表態贊成禁島，而且佢仲覆返個電報俾北京，大概嘅意思呢就係話禁島呢就造福廣東，上級呢見識廣博，我呢相當贊成嘅，我會馬上做嘅領導，你哋放心。黎元洪收到陸榮廷嘅覆電之後即刻呢就再出咗一封電報，要求廣東所有嘅有獎籌款同埋乜島乜島一律禁止，要廣東即刻就停辦，以後無論乜嘢公益賑災，全部都唔可以用島嚟籌款巧立名目嘅。至於北京嘅廣東籍議員同埋京官呢，就將呢啲電文發翻去廣州嗰幾間報紙，咁廣州嗰啲報紙即刻就登咗出嚟，而且發表社論支持北京政府同埋省督軍府嘅禁島立場。至於廣州嗰啲拒島團體呢，就更加將呢啲電文當係公告咁貼滿晒廣州嘅街街巷巷入邊。不過呢個時間呢，龍濟光仍然係把持住軍政大權嘅，禁島令呢冇辦法執行。但係廣州嗰啲大大細細嘅島商呢，已經開始震咯，因為桂軍即係陸榮廷嘅部隊呢，已經喺佛山集結好，隨時要開入省城啦。至於省城最大嘅島商呢，就係霍之庭，佢正式承辦山鋪票先得2個月，有成40萬按咗喺省財政廳嘅。佛山商會暨南海商會呢，就搞咗個勞軍活動，霍之庭呢作為南海籍嘅商人呢，捐資勞軍，佢就掹衫尾。咁喺酒席嘅期間，霍之庭佢同人講自己賣鑊嘅啫，佢就同桂軍嘅軍官傾起省城即將展開嘅禁島啦。有啲軍官就話：呢啲其實都係做下樣嘅啫，你唔出啲告示又點服眾呢？你禁咗，軍隊又冇糧出。咁另外又有軍官話：民國政府既然要禁島，就一定會減國庫財稅，係嘛？等我哋廣東軍享有着落嘅。黎總統又發佈咗命令啦，陸督軍新官上任3把火，第一把火應該就禁島，第二把火呢就掃晒龍濟光嗰啲漁業，就算龍濟光庇護有特權嗰啲島商都唔會放過噶啦。第3把火咯，啲島商落網之後，陸督軍應該都會殺一儆百，殺翻幾個罪大惡極嗰啲島霸，睇下以後仲有邊個島商可以擅自開島。嗰個軍官仲話：廣東拒島會嗰啲代表喺肇慶軍營嘅時候就講廣東最大嘅島霸，即係最大嗰個島商，就係龍濟光兄弟嗰個好朋友霍之庭。
嗱，霍之庭聽完呢，真係一額汗。咁啱呢個時候，直子興呢就喺澳門嗰邊幫霍之庭搞咗個葡萄牙國籍，出咗咯。霍之庭呢其實只係半年前跟阿直子興喺澳門嗰度住過一晚，而家搖身一變就成為咗堂堂正正嘅葡籍朱蘭達先生。佢覺得冇事啦，依然大張旗鼓喺度開賭。過咗幾日，貴軍就和平進入廣州城。陸榮廷就帶住自己嘅親信部隊由佛山開入廣州。一入廣州即刻貼咗安民告示，撫恤人心，乜嘢商可樂業民可安居咁上下啦，就係冇講到一條話禁賭嘅。所以廣州嘅公賭私賭依然係繼續，一班賭商入邊呢，終於都淡定晒啦。但另一邊，廣東嘅拒賭團體呢，就借傳媒發起公眾嘅輿論，指責督軍府同省政府呢食言冇禁賭。當局呢講個理由出嚟就係話要收翻啲廢幣呢，時限就3個月，禁賭呢就唔適宜即刻做嘅。嗱，呢個理由睇上去呢，又真係好充分喎。因為喺之前胡漢民、陳炯明執政，再加上龍濟光兩兄弟主理嘅期間廣州市面嘅紙幣呢太多，大幅貶值，無論商家同百姓都怨聲載道。喺袁世凱做總統嘅時候呢，北京政府曾經向外國銀行借咗100萬鎊，呢100萬鎊就交俾中國銀行廣東分行，按照紙幣面值嘅50%回收去銷毀嘅。目的呢就係穩定民心，鞏固龍濟光喺廣東嘅統治。但係廢幣要換成硬通貨，對於普通嘅商家百姓嚟講，真係好艱難嘅。首先你要通宵排隊，你排隊一唔係就俾啲黃牛黨呢逼到你去龍尾，再唔係去到銀行，就算俾你排到隊啦，銀行都有呢樣理由嗰樣理由宣佈今日冇晒銀元冇得換咁。至於你同官家銀行有交情嘅咯，乾脆就做經紀中介，喺中間呢賺好多傭嘅。廢幣換硬幣咁艱難，所以啲賭商一律就唔收紙幣，淨係收硬幣嘅啫。所以官府同霍之庭呢又有個協議，山鋪票呢就可以收啲廢幣做投注，佢哋收到嘅廢幣呢，銀行唔可以唔兌翻俾佢哋。嗱，就係咁樣，成個省城手上揸住廢幣嘅就可以去買山鋪票，而達到廢幣脫手呢個目的。咁霍之庭就用2蚊廢幣換1蚊硬幣呢個比率呢，就俾嗰啲賭仔派彩同埋交俾銀行去兌換。霍之庭就借方便商民呢個名義搞到全個省城呢嗰啲山鋪票賣到火紅火綠，賺到盆滿缽滿。佢一個月賺40萬，綽綽有餘啦。嗱，收翻廢幣嘅期限呢，就去到1916年10月尾嘅，咁樣即係話山鋪票嘅公賭呢，可以依法經營到10月尾，而且私賭呢就掹公賭嘅車邊，當局亦都冇查禁，因為霍之庭同龍氏兄弟個關係太深啦，而且濟軍同貴軍呢兩邊係死對頭嚟嘅。龍濟光手下嘅人馬仲喺海珠事件入邊槍殺咗陸榮廷嘅談判代表湯國頓，所以呢一個時間嘅霍之庭就冇派錢啦。對於即刻禁定係遲啲禁呢，佢都聽天由命嘅。眨下眼就去到10月尾啦，廣東當局呢就冇任何跡象話要禁賭喎。嗰啲拒賭團體呢又走去質詢當局，咁督軍府嘅答覆呢就係話一定要守諾言。等到個承辦商期滿嘅時候先再講啦。呢個消息一傳出去，霍之庭又驚又喜，估唔到阿陸生比阿龍生仲更加爽快。龍督軍一開始特別關照麥竹環，俾咗個總廠賭牌佢，而陸督軍一嚟到省城呢，佢嘅治理大計好似就為霍之庭度身訂造咁樣。霍之庭呢好快就明白點解陸榮廷要跟住龍濟光手上嗰張開賭協議嚟做啦，因為佢哋係一脈相承嘅，軍隊冇米落鑊，
就唯有向啲百姓開刀嘅啫。百姓又唔會心甘命抵咁直接捐錢俾軍方㗎，一定要去賭局嗰度轉一轉，最後先落到軍方嘅手入邊。嗱，按照龍濟光簽訂嘅協議啊，試辦呢就3個月期滿，咁當局呢應該就同阿霍之庭再傾嘅。霍之庭呢就冇再傾啦。點解啊？因為督軍府嗰邊單方面通知霍之庭，三鋪票每個月月餉11萬幾，全年呢130萬，咁樣就比麥竹環承辦嘅時期呢高咗50萬。霍之庭認為陸榮廷呢可以俾佢繼續搞呢夠晒關照啦，所以亦都冇出聲。佢哋雙方都冇向外界公佈呢個結果嘅。過咗10月之後，廣州嘅賭風冇收斂不但止，而且越嚟越犀利。咁喺北京同埋省城兩地嗰啲拒賭人士呢，就紛紛去抨擊陸榮廷啦。當時鬧得最緊要嗰個呢，就係《南粵報》嘅主筆李匯全，佢喺報紙嗰度寫社論，強烈譴責陸榮廷，而且揭露陸榮廷喺廣西開賭嗰啲衰嘢。陸榮廷呢，指使佢啲手下散佈謠言，就話主張禁賭嘅人其實係收咗澳門賭商嘅錢幫人講説話。有好多投靠咗陸榮廷嘅廣東籍紳士同埋官僚呢，都為陸榮廷嘅治理方針就辯解，就話澳門賭商最希望廣東禁賭，因為廣東禁賭咯，廣東嗰啲賭商咪走晒澳門咯，咁澳門呢個賭埠咪更加繁榮咯。而且越傳越犀利，就話廣東拒賭會同埋澳門嘅賭商狼狽為奸，收咗好多黑錢咁。霍之庭呢聽到呢個消息之後，即刻條腰骨又直多直添。佢逢人就講廣東禁賭，好啊，冇人賭，民風淳樸，但係啲百姓要賭都係要賭㗎，咁咪唯有去澳門咯。咁樣廣東啲銀兩咪走晒馬交啦。嗱，廣東就冇錢啦，咁點樣有軍費啊？香港同澳門啲鬼佬兵咪掛佔我哋廣東啦。你話嗰班勾結澳門啲人有咩居心啊嗱？計我話邊個拒賭呢就要打佢8月15，李回轉呢應該打靶添啊！霍之庭呢本來係同人哋吹下水傾下偈嘅啫，但係一語成讖，過咗幾日，南粵報主筆李回全真係冇咗條命。嗱，就喺11月27號黃昏啦，有兩個着長衫嘅人去到西關18府南粵報館，咁呢，佢哋係講廣西口音嘅，話要揾總編李回全去傾下點樣登廣告。佢哋上咗去會客廳同李回全傾呢，傾下傾下呢，就將李回全帶到去外邊街，埋伏喺出邊呢，有4個大隻佬一擁而上將佢拘捕。咁李回全諗住申辯下啦，呢4個人呢，塞住佢把口。咁喺街度有啲巡警走過嚟干涉噶嘛，咁呢4個人就話奉督軍嘅命令，你哋唔好插手啊！即時佢哋將李回全押到去連新街嘅舊虎台府嗰度，見到冇乜人啦，突然間掹槍，將李回全亂槍打死。嗱，事發之後，輿論就嘩然，傳言四起啊！有啲就話係貴係軍官做嘅，有啲就係話賭商揾殺手嚟做嘅。最大嘅疑點呢，就喺陸榮廷，但係呢件事到底係陸榮廷直接落命令啊，定係佢手下嘅軍官擅自去做嘅呢？大家都攞唔到證據出嚟。咁廣東嗰啲拒賭會省議會、報界工會，仲有商會、公安會等等，一個二個都寫請願書，要求督軍府同埋省政府、省警廳徹查兇手同埋主謀。至於喺北京嗰班廣東籍議員喺眾議院就提交議案，促請北京政府過問呢件事。陸榮廷呢，佢係反應積極佢喺報紙度怒斥兇手嘅暴行，對於李回全嘅不幸呢，好痛心亦都下令軍隊同警察局全力緝捕兇手，懸紅3000大洋添。咁省長同埋警察廳長亦都話，無論兇手咩背景，一律都繩之於法，決不姑息。講係咁講啫，有啲嘢心照啦，係咪啊？
嗱，季軍呢一個殺一儆百呢，真係好有效。省城嘅報紙啊，亦都唔將賭風熱烈呢個罪名呢，就安咗喺陸榮廷身上。至於嗰班拒賭會呢，佢哋去做活動嘅時候，亦都心平氣和咗。大佬冇命㗎嘛，隨時。咁至於嗰班賭商呢，就真係揞住嘴都識笑啦。佢哋啊大讚啊陸督軍英明果敢啊！霍之庭嘅朋友呢，亦都同佢開玩笑就話：喂，球哥，你預測啊李回全要人頭落地，點解咁準嘅？唔通你有份嘅？霍之庭就笑啦，我邊有咁嘅本事啊？連秦景都驚嘅，仲有邊個啊？啲街坊咁中意賭，開賭啊順應民意啫。李回全又唔識做，報應嚟嘅。根據民國廣東省財政廳嘅檔案啊，1916年廣東省嘅賭響係191萬，比起上一年206萬呢，就少咗15萬。減少嘅原因呢，就唔係因為賭少咗，賭風收斂咗，而係軍方節流咗。因為啊，單單係霍之庭一個人，佢交上嚟就130萬啦。廣東嘅賭博啊，並未因為督軍換咗人有變化。陸榮廷比起佢嘅前任啊，喺開賭方面更加強硬同狡猾。省長朱慶瀾呢就唔贊成開賭嘅，不過佢喺廣東就冇實權噶。雖然佢有40個人嘅滇軍兵力，但係就俾陸榮廷派駐咗喺啲山卡拉嘅地方。喺廣東啊，季軍本來就多過滇軍嘅，而陸榮廷手下嘅季軍仲有部分喺廣西，隨時可以調動嘅。而滇軍嗰邊如果要支援朱慶瀾，你要搞得掂廣西嗰班人先得。省長你冇軍權，自然就會俾督軍嚟架空。但係又因為佢係省長，好多嘢呢就要佢出面去做嘅。1917年嘅1月同4月，朱慶瀾先後向日本台灣銀行借款600萬日元，省政府就以廣東官辦水泥廠做抵押。咁呢筆錢呢係用嚟做基建嘅喎，不過全部俾陸榮廷借晒去做軍餉。吳祝雲啊，一話俾霍之庭呢單消息之後，霍之庭呢開心到拍爛手掌，因為佢知道陸榮廷會繼續開賭，更加放鬆。